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是新大一学系黄树宏，叫我阿宏就好。人咧讲吼，这世间人百款，有诶好也毋免趁，有诶咧度日都为难呐。毋过吼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毋管你是水也是歹，歹毋通比啉比我家己就好。水也是歹啦，圆也是扁，你甲我拢相共，是啥物咧？就是咱拢会食老，会退化啦。迄少年时吼，是走敢若飞啦。食老咧，食老都拄一支管啊，行无几步就化要体啦。泡泡姐，多谢。好啦，讲到吼，即个食老的退化，大家各会想到啥哈？真侪人吼，尤其伫迄会所者，因人讲迄食老老翻颠，老人戆大情。哦，毋是安尼讲哦。这正确来讲咧，是号做即个失智症。咱失智症吼有真侪款啦。咱上常看到是即个阿兹海默症，这个是神经退化来所致。是安怎来退化咧？就是咱头壳内吼，迄个神经细胞去歹去两白质甲脱掉咧。听到遮，恁想讲，今日来看表演咧，毋是来上课啦。不要紧，讲较简单咧，咱的神经吼。哪像一间厝啦？你厝内话吼拢粪扫，你准讲要叫迄Uber送物件入来，嘛无路通好行嘛。所以这时间一个久，神经细胞怎枵死？你神经死愈济吼，你的记忆就会愈歹。落尾吼，就亲像我手头的这本册啦。原本你的人生是彩色的，扫落来的就会变做。黑白，佫刷来咧，啥物拢无剩哦，足恐怖的对无？对啦，毋知大家有听过人咧唱迄句：只是失志毋免怨叹，只是落魄毋免胆寒。失志免怨叹，毋过你若是食老失智吼，你就会真麻烦啊。这讲互你听，毋是要爱你惊呢，是要爱你知影吼。当时通好去医生看啦。咱这卫生福利部吼，有建立出一个失智症10大警讯。顶管所讲这头，大家拢要注意哦。亲像你若是雄雄找无转去厝的路啦，无就是讲话突然毋知要怎讲，佫有人迄写字嘛有困难，佫有一寡人呢，原本是真好性地，算变做一个足爱使性地的人。佫有人哦，迄物件共藏去奇怪的所在，亲像锁匙共藏冰箱啦。这镜头大家拢爱注意哦。听到这一定佫有人想要问啦，迄食老岁数愈来愈侪，记忆变歹啦，愈无头神。三不五时佫会甲迄遥控插入去冰箱，安尼敢是失智哈？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是正常的退化，人小甲你提醒一下，你都会记起来。毋过失智都无共哦，是人个安怎甲你提醒拢无效啦，佫会愈来愈食力，所以一定爱去病院，互医生详细检查。对啊，头拄则迄块歌还袂唱煞，后壁迄句上有名的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上一句斗阵唱，爱拼才会赢。大家你想讲为啥要唱这条歌吼？因为吼，你也着失智症的风险，就甲这条歌共款。3分是天注定，这个基因啦、侪岁数啦，咱无法度改变。毋过，佫有7成人会当同齐拍拼来改变。亲像咧，这身体活动不足，教育程度无够，中医大考忧郁症甲糖尿病。听到这，你一定喘一口大气。少年的讲遐济，我是要对倒位开始改下？不要紧，我阿红，直接甲大家小解一个上简单的计划啦。咱新代就是这吼，新代老连所的白冰基教授呢，伊提出咱要预防失智，要有3动2高的观念。这是一个台语比赛嘛，所以甲换做台湾话，就号做3动甲2拼啦。这个第一个动呢，就是咱头壳爱动；第二个动出门活动；第三个动好会喘。这个2拼呢，就是爱拼抗氧化甲拼学习。我解释互你听吼。
这个头壳爱动呢，你会使去公园行棋啦，无写文章嘛。啊，这出门活动会使去游览，啊，做志工。啊，落尾这个东河的喘，就是人华语咧讲的有氧运动、有氧运动啦。啊，你会使去爬山啊、骑铁马啊，拢袂歹。啊，唔通喘甲袂讲话哦，安尼才是有氧运动，吼。啊，落尾这两个病咧，病抗氧化，就是靠食食，互你较袂老啦。亲像食即个菜头啦、茯苓啊，拢袂歹。落尾即项病学习，就是吼，啊，去选一寡较困难的、较有挑战性的。啊，亲像即个跳舞都袂歹，有啥咧？啊，你甲看，这基舞步会使练头壳，跳舞步会使练身躯嘛。所以咧，把握今日即个3档啊，佮2病的秘诀咧，互你食甲老，佮会补土豆啦。人生哦，永远是18岁，永远是彩色的。希望今日的分享吼，会使帮助大家了解失智、预防失智，咱做伙健康活到100岁，好不好？啊，100哪有够？爱讲无好，我搁试1摆哈。活到100好不好？唔好，搁1摆。活到100好不？唔好，好。活到100好不？唔好。哎呦，搁1摆。为虾米？因为我要健康，个头壳健康的100日。多谢大家。